来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uper 的4010的310 kV 哈，今天刚到的，好，那我们来测一下它的那个转速，我们直接把它打到底，你看它很稳定，306，好，这就是310的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震动，有吗？有。它是有做过动平衡的，所以声音拍一下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，它配件附了2个，对，一个粗的，一个细的，6 mini 跟5 mini 啊，那你也可以做讲的鸦片啊，就这样子，好，可以了。